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有人話銀行查資金來源一向都有，唔係今日先發生。其實呢句冇錯，銀行問資金來源、問交易目的、問你筆錢點嚟，唔係新鮮事。但係而家唔同嘅係，銀行對交易監察越嚟越系統化。以前你可能覺得銀行查數似人手抽查，職員覺得有問題先問，但今日部分銀行已經會用數據分析，甚至 AI 工具去協助偵測可疑交易模式。唔係話有人日日盯住你戶口睇你每一筆錢點用，而係當你筆錢嘅流入流出頻率、交易對手、用途同你平時收入同戶口習慣差太遠，系統就有機會提示銀行要再睇。到時唔係職員想唔想問你，而係流程上見到有疑問，銀行就要跟進。今集想講嘅係，當轉賬監察比以前更系統化，普通人就要有風險管理嘅意識，唔係要驚，亦唔係叫你唔好過數，而係要知道今時今日處理較大額跨境家人資助、投資出金、第三方代轉依類資金流動，最好唔好再用應該冇事4個字去處理。銀行查資金來源規矩一樣，執行方式可以變。以前都有交通規則，但街上多咗鏡頭，多咗電子執法，感覺已經唔同。銀行查數都一樣，反洗錢、客戶盡職審查、可疑交易監察一直都存在。但去到今日，銀行亦唔可能單靠職員人手逐筆睇，而監管方向確實越嚟越重視交易監察。2025年7月，金管局就曾經對3間銀行採取反洗錢相關紀律行動，罰款合共超過1600萬港元。重點唔係邊間銀行被罰，而係金管局提到嘅問題，包括銀行有冇有效持續監察客戶關係、交易監察機制同系統覆蓋有冇做好。所以今集個重點唔係銀行以前有冇查，而係以前你未必感覺到。但而家交易監察越嚟越系統化，普通人處理大額或者異常資金流動，越早準備之後就越少問題。第二個心態都好常見，內地資金收緊，關我咩事？我係香港人，用香港戶口，錢又係自己戶口，點解我要擔心？呢個諗法好自然，但未必夠安全。銀行睇一筆交易，唔係淨係睇你揸咩身份證，佢更加關心筆錢嘅流向。例如內地或者海外親戚想轉錢嚟香港，因為方便，叫你幫手收一筆，再轉俾另一個人。你可能覺得只係小事，但銀行睇到嘅係一筆資金入咗你戶口之後，你又轉俾第三方，你心入面好清楚係家庭安排，但銀行未必睇得明。又例如父母資助你買樓首期，錢由幾個家庭戶口慢慢轉過嚟，你覺得好正常，但銀行可能想知道呢筆係贈與、借款定係其他家庭安排。所以唔係話香港人會被連坐，亦唔係話有親戚轉錢就一定有麻煩。真正重點係身份唔係免查理由，資金路徑先係重點。你越將自己戶口變成中轉站，越容易令銀行睇唔明。普通人最容易低估嘅就係幫人過一過數呢件事，你覺得係人情，銀行可能睇成風險。好多普通人最反感嘅就係依句：我又冇做錯，點解要我解釋？自己嘅錢合法賺翻嚟，正常轉賬。突然銀行問你資金來源，個感覺一定唔舒服。但現實係你冇做錯，同銀行睇唔睇得明係兩件事。你知道筆錢係賣樓所得，但銀行未必即刻睇到。你知道係投資戶口出金，但銀行只見到一間平台或者另一個戶口轉錢入嚟。所以當銀行問你，唔係要證明自己冇問題，而係要令你嘅講法有根有據。上一集我哋已經講過文件點準備，今集唔再重複。今集想講嘅係普通人要開始有一種習慣，大額資金唔好只諗錢到咗未，仲要諗銀行將來問起我要點答。大家成日以為大額先會被問，幾萬蚊、10幾萬蚊應該冇事，呢個諗法可能要修正。金額當然重要，但而家更重要嘅係模式。一筆大額資金如果來源清楚，例如賣樓尾款經律師樓入帳，銀行未必覺得好奇怪。相反，幾筆唔算超大額嘅錢，如果短時間內由唔同人轉入，之後又好快轉出去，銀行就可能會問。最典型就係第三方代轉，幫親戚朋友過錢，或者公司錢入咗私人戶口再轉翻公司，當事人未必有特別意圖，只係想方便。但係銀行見到嘅係你變成中間人，佢自然會問：點解要經理？你同交易有咩關係？你係咪實際受益人？筆錢最後去邊度？所以今集最重要嘅實戰提醒係唔好輕易將自己戶口變成別人資金通道。你幫人方便5分鐘之後，可能要自己解釋幾個星期。嚟到呢度又係大排檔小知識嘅時間。今集講銀行查資金來源，有一個專業名詞可以順便講清楚，叫 CDD。CDD 全名係 Customer Due Diligence。
中文通常叫客戶盡職審查。銀行唔係淨係開戶嗰陣睇你一次，而係要了解你呢個客戶嘅基本背景、戶口用途、資金活動係咪同你平時情況大致講得通。例如你平時戶口主要係出糧、交卡數、日常開支，突然有幾筆跨境資金入嚟，又好快轉走，銀行就可能要重新了解發生咩事。呢個唔一定代表你有問題，而係銀行要確認佢對你呢個客戶、你個戶口用途、你啲資金活動嘅理解仲係咪合理。所以銀行問你資金來源，有時唔係因為佢覺得你犯法，而係佢要完成呢個客戶盡職審查嘅功課。上一集我哋講過 KYC， 銀行要認識你呢個客戶。今集講嘅 CDD 就可以理解為 KYC 入面更實際嘅審查動作。簡單講， KYC 係大方向， CDD 係銀行要做嘅功課。呢條片唔係話銀行會隨時凍結你嘅資金，正常資金流動只要講得清楚，又有基本記錄，通常唔需要太擔心。但如果你準備不足，就有機會麻煩到自己。例如你冇保存記錄，隔咗2-3年要翻查嘅時候，可能舊戶口已經取消咗， email 又揾唔翻，當時用途自己都記唔清，到銀行問你，你就算完全合法，都會答得好辛苦。所以風險管理唔係專業人士先要識，普通人一樣要有。咁普通人應該點做？第一，唔好隨便幫人代收代轉賬，尤其你自己都唔知對方筆錢點嚟嘅時候。第二，大額或者異常交易之前，自己先問一句：如果銀行問我呢筆錢點嚟，我可唔可以用2-3句講清楚？如果你自己都講到一嚿雲，就唔好急住做。第三，重要資金流動要留低基本記錄。唔係叫你日日做會計，而係賣樓、家人資助、投資出金、海外匯款、公司收入呢啲位，起碼要知道日期、金額、對方同用途。第四，資金路徑盡量簡單，自己錢轉自己戶口，家庭資助就由家人直接轉俾你，買賣款項就由相關人士或者機構直接處理，越少中間人，解釋成本越低。第五，唔好以為拆細就安全，你以為分開幾次轉就冇人留意。但喺系統化監察之下，頻繁細額、短時間多次轉帳，反而可能更易令人想問清楚。正常交易就用正常方式處理。講到最後，今集唔係想講香港變成資本管制地方，香港制度上仍然係自由資金流動，港元亦係自由兌換。但問題係香港同內地之間嘅資金關係好特別，內地本身有外匯管理同資金出境規則，當內地資金流出變得更敏感，香港作為最接近內地嘅國際金融中心，自然會成為銀行更加留意嘅位置。所以影響普通香港人嘅未必係你唔可以自由用自己錢，而係當你嘅交易牽涉跨境資金、內地或海外親友匯款、第三方代轉，或者短時間內較大額流入流出，銀行就可能會問多幾句。講到底，資金自由仍然存在，但合規文件同解釋成本可能比以前高咗。大家啲錢係自己辛辛苦苦賺翻嚟嘅，正常人當然希望要用嘅時候可以順利用，唔好突然多一堆麻煩。咁最實際嘅做法就係早少少有準備，重要資金流動留低記錄，資金路徑唔好整到太複雜，唔好隨便幫人做中間人。你準備得越早，之後被問起嘅時候麻煩就越少。今集就講到呢度。畫面上有推介影片，可以撳埋入去睇，記得讚好同轉發呢段影片，同埋留言講下你嘅睇法，亦都記得撳埋個鐘仔，一有新片出街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呢度係財經大排檔，我哋下次再見。